来看炭工画家洪瑞麟自心画出炭工的工课甲成果。即阵家己新港要办展览，希望大家更较了解这位画家的创作精神。一幕记录炭工生活的图画，计共18幕的作品，分开展览伫家己县新港杯柜堂每一个房间内底。家己县文管局甲新港文教基金会用艺术家洪瑞麟记录炭工的作品，举办主题合作东坡的画展。像诊所啊，然后像还有厕所里面，还有厨房里面，然后还有新娘房里面，甚至都有画。所以我觉得这种自己进去里面，然后找画的方式比较跟一般看画展的方式不一样。洪老师的作品摕来在展示，含这个环境有会当互相辉映很和谐互咱这个展示会当感觉起来会愈有迄共伴。共心有爱心的这种感觉吼。洪瑞麟伫日本学习美术完成了后，回来台湾，就去到瑞丰的炭坑做工课。35天的时间，唔但完整记录炭坑真实的生活，嘛，互伊来成为咱台湾一位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还有家庭还有矿工准备进矿坑前的模样，还有他们在工作当时的样子，然后用这些简单的线条呈现出来，反而显得更有矿工的感觉。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这种展览会展期到明年的6月底，希望透过杯柜堂的空间甲洪瑞麟的作品，互来参观的民众感受到炭工画家伫作品当中的人道精神甲艺术价值。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